以前若去台南后壁，游客问路，拢会问讲昆宾伯啊住倒位。也毋过最近游客拢改喙咯，即摆拢换问讲陈嘉玲的厝伫咧倒位。因为花絮的电视剧《上女养生记》引起着热烈的回响，剧中的女主角陈嘉玲就是住伫个台南后壁的情寮老家。讲到情寮老家，有老故事、老感情、老手艺，阁有老的人情味。试袂出来啦！查条的啦！你查着啊！叫啥名？花是《小女养生记》，收视率袂歹，嘛连带香港女主角陈嘉玲的故乡，伊自细汉的所在就是真有名的台南市市电古迹跟德兴药铺，是传统木造建筑。来到台南后壁情寮老街，你会发现这款的建筑到处拢是木造的，才有这个民国15年起的厝，啊，阮这个起拢起。情寮老街的店铺除了卖日常的生活用品以外，对喜饼到服装拢有，所以佫有加装一条街的称号。有这个牡丹花的枕头甲棉借被，互这个祖囝嫁过吼，会带来大富大贵。真正是加装一牛车，领带队伍出发，亲像一场农村大家的嘉年华。来到后壁情寮，一定爱来体验这怀念的挂吊饭。过去古早味，农村拢手工挂吊啊，这种人来甲咱斗做，得甲上好的料。互咱这个甲咱斗挂吊啊，这放盘工，食较好的，这叫做感恩的一餐啦。行入情寮老街，无伤侪商业气息，颠倒会当体会到老家的怀念的气氛。阮叫做老翁老哥的背土豆，所以阮的老家就是有老感情，阮有老故事，阮有老家，阮有老店，阮有老人，阮有老的手工艺，叫老的人情味。有老店、老建筑，也有老人。来这所在施工，就好亲像冻结伫民国的初期，迄个朴实、阁美好的纯真年代。